依家早上9點，喺冰箱攞啲雞肉出來解凍。今日同同事換咗晚班，所以就可以煮飯食。將青菜攞嚟浸水。前2日剩低1條葱，放埋撈雞肉煮。早餐就飲支奶，等下煮飯食。如果冇係食完早餐就食唔到飯。最唔鍾意嘅家務就係洗衣服。洗完衫就煲飯，冇係等下就冇夠時間。開始洗菜，準備要煮啦。呢個雞肉浸咗半個多鐘都未解凍到。啱先冇記得俾啲鹽咩？俾啲鹽好似夠快解凍。換過水，慢慢喺度搣鬆佢。俾啲鹽油炒炒，就加水煮。趕時間，開大火煮先得。試下面睇睇好食嗎？可以啊，都唔錯下。最簡單嘅一個煮法。開得太大火又黐鑊，直接加油煮青菜，唔使洗鑊啦，慳時間。今日煲嘅飯啱啱好，冇多冇少。裝啲飯菜返公司食。今晚5點到6點就係食飯嘅時間，揀幾嚿靚嘅雞肉。想和你老去，一睡不醒。有啲粉絲話睇我食飯好有胃口。食飯時間睇睇監控，同人仔互動下。BB 依家推住張椅，行得好快下。剩低啲雞肉，攞個保鮮袋裝好，放冰箱。呢個公司發嘅袋都幾適合裝飯，但係個繩太長啊，差啲匙羹都忘記帶。有粉絲話呢對鞋好難睇，應該不至於吧。依家11點半，出門上班，順便帶個垃圾落樓下掉。